大家知唔知我喺度做緊咩咧？我做緊一個神秘嘅 project， 其實都籌備咗一段時間噶啦。咁而家咧就可以正式揭曉話俾大家聽係乜嘢嚟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就係需要去拍一啲準備嘅照片啦。咁而家就係食緊嘢。大家記得睇到最後，有驚喜俾你哋嘅。點解突然間話想做個音樂會呢？因為其實好多年前我已經出過2張唱片㗎啦，咁啊亦都唱過一啲劇集嘅主題曲啦。咁我覺得而家呢個 moment 呢，就係好好可以同大家聚會見下面，又分享下我自己喜愛嘅音樂。咁啊，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時機，而且好多粉絲朋友我都好耐冇同佢哋聚會過㗎啦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啦。咁啊，希望我自己喜歡嘅歌曲啦，或者大家想聽我唱翻一啲我自己嘅主題曲啊，或者係想聽下一啲由我演繹出嚟嘅歌曲啊，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咯。咁啊，最緊要亦都可以即係好近距離同大家見下面，因為好多粉絲朋友都話幾時有聚會可以見到啊。咁我覺得呢個就可以好好咯，即係大家即係當一個 party，開開心心咁去享受一個晚上，享受一個好好嘅時刻，好嘅 moment 咁咯。我嘅瞬間音樂會就喺呢度唐人館舉行啦，帶大家睇下，就喺呢度入場噶啦，唔好行錯啊！到時見，我而家就去彩排啦。白色件咯，我見你即係白色件好多人中意喎。係啊，好型我覺得，好乾淨。其實唔係我講啊嘛，係個片講啊。片講。佢有一段係 overlap 噶嘛，我知啊。咁嗰啲就要 chorus 唱啊嘛。而且咧，係啊，個相啊，即係第二個唔一樣，做起身。Hello，yes， 喂。哇！真係細個睇到你好多真係。唔緊要啊，傾下偈啱啊。傾下偈啱啊。我都係細個演戲啊嘛。如果有一天，汽車與飛機轉眼再不足夠，別害怕，你擁有的天賦的一對雙腳伴你可漫遊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屋裏家私一旦再不擁有，別害怕，那溫暖的家裏的成員歡笑伴你於床頭心樂透。人的快樂在乎學曉等候，命裏不歸於你，你便毅然地放開手，越抱着只會越嬲，知足一世你便富有。人善天不欺，簡單一個道理，怎麼不看透？任君多美麗，富裕在最後平頭，每種因果是有天收。人善天不欺，你懂得以後掌握心中節奏。只要食得落睡得好，天天裏笑得開口，便已足夠。人的快樂在乎學曉等候，命裏不歸於你，你便毅然地放開手，越抱着只會越嬲，知足一世你便富有。人善天不欺，簡單一個道理，怎麼不
君多美麗，賦予在最後平頭，每種因果是有天收。人善天不欺，你懂得以後掌握心中節奏。只要識得落，睡得好，天天裏笑得開口，就已足夠。人善天不欺，簡單一個道理，怎麼竟不看透？任君多美麗，賦予在最後平頭，每種因果是有天收。人善天不欺，你懂得以後掌握心中節奏。只要識得落，睡得好，天天裏笑得開口，便已足夠。如果有一天戰爭與饑荒充斥全個地球，別害怕，你心我心，手與手連成一線，為你可分憂。好朋友。喂，終於排完啦！天光排到而家差唔多天黑啦，都唔知幾多個鐘頭。原來咧咁樣玩一次，我哋每首歌又要睇下個調又有啲咩改變啊，配合翻成個流程啊。原來同 live band 夾同自己喺屋企練咧係差好遠嘅，嗰 energy 真係要俾多好多好多，其實都幾攰嘅。所以希望大家到時嚟到音樂會嘅現場咧，俾多啲打氣我，俾多啲 energy 我，好唔好？廣州音樂唐人館不見不散啊！